泉州社潮流，鉴别教师述文，李白作。去我去家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乱我心家，今日之日得还忧。中鸿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含个理。蓬莱文中见安不，中干小下有千户，无怀一行总是非。欲上青天，难明月，抽得断水经流。Goodbye 小秋，秋更秋，人生在世不轻易，免雕山花龙偏激。